我去上海、廣州、北京，當然還有馬來西亞，主要都係做音樂創作。那差唔多時間都係15日之內啦。大半我都會帶電路本客戶。台灣的電路，係台灣嘅電路。有做代購哦。做代購有咩嘢？通常都會去外國記得喜歡乜嘅台灣嘅東西。社會人啊，社會人曾經有名咧。哎，你電路喺台灣寫嗎？這沒乜個意思啊。應徵東獎。因為我有啲朋友在委內瑞啦，搞好生嘅講法語，然後佢就請我哋同好嘅好朋友叫我來去輪班來教佢哋講法語，我就教佢哋講表演藝術有關嘅 keyword 安尼，教一些客家話安尼。唔講呢個片語，都當熱情，佢好生嘅都係成年人，18歲、24歲差唔多，其實我嗌個愛做家嘅朋友嘛。沒有把握，你只能錯過咧呢？真係弄大爽，你幾樣實動喺度上，係唔過咧就文化無向，我幾樣時咪動講啊，安尼就有啲結切。唔過一下係，用啥？有你可以組團嚟去用下嚟，一有幾片咩做情啊？安子先，你組團嚟，我就繞牆道買哪一位咧？英國的布萊尼姆宮，來看一下相片。哇！該瑪莎嘅羅豐地嗎？瑪莎，你結婚咯？唔係啦，我係朱青英啊，我係朱青英啊。該位所吼就係英國前首相，考你歷史，唔對嗎？唔對呢，因為畢竟我不是第一把交椅。錯，就係丘吉爾加羅豐。哦，他老鄉吧？老什麼？也是姓丘啊。給他出現，給他出現。有一般嘅，我一個聽唔到飯店，我就啲嘅嘅行李箱地度安尼活到去水幕。嚇！地度，你老到係貓嘅啊？浪，你活嚟落去，你行李箱係幾大咋？係動態大嘅係，馬上可以關起來啊！我沒有關起來，拉鏈拿起來。一細細嘅孔都係睇我意思。地度嘅東西咧，地度拿出來。有得買。都還卡棒地度收益的。哎，他才要吃武力啦，武力。就有點對渺小空間有那種興奮。唔會興奮，係冇辦法安尼。嗰個水幕對人嚟講。天時安尼就做嚟水啦，我冇時差嘅問題。唔過呢，我食東西呢，要當注意，因為我食一些些辣嘅，我就冇搶呢個東西，我就會黑力度。清定人嘅唔係黑力度，係行啲路風潛到偏數，又係我就度過100，唔過錯係按住寫少啲。大概有 VCR。嗱，之前家講起韓國太好交流，其他條主要一天要準備乜嘅當到韓國嘅美食，韓國美食大家都啲凍啦，泡菜啊，乜嘅東西全部都凍啦。咁阿希之前我就當緊張啊，我用辦呢，我就準備乜嘅，我就準備當到青島嘅胃腸藥，飯前咩食，飯後咩食。食5日，食4日，冇啦，就食嚟之後，我講就唔會肚子痛，完全唔會有痛苦。哦，那一隻牌子嘅，因為肚臍已經擺低咧啊。真嘅，飯前食搞閪㗎，飯前食，然後飯後煮嚟食咯。啊，嗰兩時我去泰國咪，泰國嗰兩時嘅導遊就有提倡，佢就講上下班時間啊，會食茶。古時候就算你去坐機場茶，冇辦法啲準嘅時間到，你會坐佢有一種很多 motorcycle taxi， 就是摩托車的那種計程車。哎呦，我有記得哦，吼，個導遊有講哦，啊唔過快艇啊行到腦杯。哎呦，按到奧多拜那一腿，就係嘛，跟機場上嘅奧多拜，啊就看到有一商人啊，哈，記得奧多拜會不會追了一商人，哦，他們就在那個 Big C 下面，然後就下車了，哦，雞腿，然後就走去問佢，啊佢英文唔好，啊眼咩唔曉嘅泰文，啊英文咩唔係講一號，啊就拿個 Google Map，啊就問佢講 here，how much，啊佢就嚟，佢係日本人哦。騙呢，所以嗰度叫咩？安尼，係問題啦。咁咪要去泰國住處過，跟住處睇住以後嚟嘅社會啦，掉得，你到底跟他做了什麼？
莫讲，也是在行李箱里面吗？没了。因为记到的重担嘛，所以就叫默契。佢讲我你凉茶冻好是大家强下去。佢讲你啲嘅泰國嘅市面浮動、靈動又渺茫，嗰種唔是韓國啊，做啲市區，因為很愛到處去擺攤嘛。佢講做啲大年戲，做啲戲真年，你想講好，有啲戲真，因為而家講係冇從台灣用大家用啊，用是做的，它有四面，講嘛個現賣法，又係賣東西，所以個空調佢全部要教我以後，那啲戲真我絕對冇可能實現嘅願望。我想說，看佢到底要幾多年？長高。本來就很多。我有一個朋友，佢做一些au pair。付費生，就是因為佢哋一個家庭照顧家。付費生會以為要付費呢？沒有給他付費，互惠，對，付費生，係因為佢嘅一個家庭，啊照顧嘅家庭嘅生意咧，留嘅家庭嘅生意嚟搞佢講翻譯。呢個嘅家庭啊，佢就會本而帶嘅微數，韓國人吐嘅1年學校嘅費用啊，攞薪水。我朋友呢就去德國做1年嘅付費生，佢去照顧一個東高水。當高水，當地下，佢2歲嘅生意咧，佢前嘅家庭當好呢，佢家庭啊，唔會俾佢準做嘅廉價勞工，真係當好，我做認真做嚟去吃飯啦。我做得耶，德國我當有興趣哦，德國嘅食啦醫研到。我學妹啊！我用記得，與當久以前有一三年，像李妍妍是講過，佢學德國話，就喺呢度去搞德國嘅男朋友。冇錯。結果當不選。多聊下。我要同佢講案子先，同佢做嚟。像我自家有表姐，然後有表妹，就有去個澳洲去嗰邊 working holiday，嗰個去邊就會一邊打工啊，一邊撩安尼，可能也歸去邊無尾熊的大便啊，哈尼龜就去嗰邊10歲個，好棒，邊無尾熊的大便。為什麼可愛耶？嘿，唔過去嗰邊邊死呢？因為啲是好強力啊。嘿啦，你們其實是也未停停嘅。好過你的大便。老年幣，一係顧緊人咧，跟行李箱大翻翻呀。嗰陣還有一個朋友哦，佢喺日本啊，吼做嘅看真色的工作，喺邊做半年哦。佢個大家有談過日本的大牌子保養品咧，都高絲，嗰邊佢佢總公司喺頭嘅東京嘅銀座嘅片啦，吼。嗰個呢雖然講嗰邊嘅薪水當高，但係佢做半年之後，還係轉來台灣，係做慢咯。因為大家做啲嘅日本哦，當到嘅壓力啦，本年嘅壓力動態，嗰個還有啲太多嘅市區吼，嘅係光嘅房租吼，嘅一張嘢咯，做45000台票，新台票4萬5哦，嗰個佢根本頭邊嘅成塊就存唔到錢，嗰時候佢做嘅半年還係轉來台灣。吳總還錯。假使真是愛出國嘅話，第一就係規劃愛先做好勢來，愛做功課，愛做功課啦。冇吼，你就前途較多啲嘅，全部去嗰邊發槍槍。沒做得，準起理由，準起理由。嗰片條價應該要動中英吼，冇啦，唔過係做3000萬。係啦，上好來啦，冇一味道吼，哎呦，我個嘢講吼，伊種較嚴，跟住就照去。可是台灣做生意做咩無較唔好啊？啲台灣村較地位，現在不事前沒動好啊。將愛就會咩？哎呦，自家講出自家村動到哦。佢但將佢你就會做落，因為錢唔拿到。冇用起嚟啊！因為我知道講，你下我主持事業咯，打病到你下，要累積到一啲嘅選擇，我係完全不用去聽，咁樣出去吼，就是聽下來經驗嘅事件對我來講吼，就有打掃，所以我就會覺得，你看你下。電到見來見大，夢想電到係見來見細咧，冇埋做得完全咧。冇相關啦，漢白做較多啲會出去試場啊。唔係啊，你等下就做嚟買機票，佢錢做得啦。講短期嘅嗰種，譬如講主持啊，就兩家安部啊，都義不容辭就聽我接嘛，因為錢下多。你等下就要去衝散機場咁啲哦。係啊，真緊啊，看飛機起落而已。假皮啦，看天公也落山啦。做得。不過喺學習係喺條路，我都想要去看看啦。因為我其實啊，要想去參加3個月去美國，係喺嘅英國去讀嘅
表演科，因为他在台湾有好多嘅水电欣赏嘅表演科。去学过水电啊？水电没水电，你想讲你在什么音学到水电？后上太上宫，要把大家讲。